Hello， 大家好，我是国伟，又到复习的时间咯。迄个面容了的时节，大家同做的上公司原版的面包版，迄个面容下主头是甜点的时节，是点心的时节，大家会想到嘛个呢？大家冇想到吧？甜面容也可以是到好吃的法式甜点哦。我们错，甜面容有好吃又好看的法式甜点，係面容伊咧酱酱的小阿妹做出来的哟。今日呢，我哋就特别邀请到一个酱酱的小阿妹来到现场，同大家来小解一下佢哋面容做的好吃法式甜点哦。今日来分享我哋面容来的林明清。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黑皮美浓的林明清。我自己在美浓开一间甜点店，然后希望等一下讲的故事，希望大家会喜欢。哇 ，Bravo！ 因为看到明星人总嘛嘅会按反应点冇？因为看到明星人都伫等下一定有好吃的甜点可以吃咧。不过在吃甜点之前啊，还会先来问一下明星啊，讲，这个本上看好来按好上，这个本上在好嘛个呀？本上迄摕好高迄念中餐厨艺系的。不过我们记得讲好中餐的部分，同好一个甜点。应该係兩片東片西片無關係呢，按樣辦學中餐，我來做一個甜點嘛。係興趣，大二的時候自己有興趣，然後在家裡自己玩這樣子。哦，本上我學一個中餐，係咪唔知啊？對蘇做一種料理啊，佢有興趣，萬事都開始有一個興趣嘅啊。係啊，係這個提魯卡吼會在廚房會同媽媽聽書，會幫忙煮菜，所以就喜歡待在廚房做東西。哇，按你去萬事都聽書，同媽媽聽書，做下啲會無限嘅嘛？係啊。原來係按呢，這樣有一個興趣來做一個中餐。其實我哋對萬事開始都可以培養這個愛興趣嘅吼，就是個家長要注意哦，萬事時節吼，唔好講做下嘅輕微項，其實可以培養某一天哦，下一輩嘅民族都係按呢誕生嘅嘛吼。不過明星按呢方講對這個有興趣哦，這個好一個甜點，這個好同線上教，係冇共用呢，這個好應該夠困難吧？這個好會夠困難，然後從線上好會比較降低失敗率啊，就是會知道那個老師會從公司譜怎麼去做，一步一步來，所以會降低失敗率。然後就是如果自己學的話，就是會比較多失敗啦，就是要多方的嘗試。對。冇線上同工，鴉片需要夾個多一些，這片面粉個少一些，這個失敗的幾率都會提高。這個好，係看書也係看樣片都有嘛？都有哦。你這個做一個甜點，它有沒有試1到8張會成功啊？大概1、2次1、2次就會差不多了。唐紅嚟從啲線上教得差唔多啊，應該也係做1、2擺，其實有一個做甜點嘅天分吧？應該是有一點點天分。你可以請教下同人講，其實我係天才，其實做一個甜點。你做1、2擺都成功嘅，對開始學習這個做一個甜點，到後尾這個賣，差唔多花係1個月嘅時間啊。大概一年的時間。也算假嘅吼，你一開始你這個來開店嘅嘛，厲害哦。冇太細嘅時間，摕路考自己賣，就是網絡上有賣，然後畢業的時候就開店了。對，這樣大概1年的時間。你喺網絡上賣啦，人家數到你嘅甜點嘅時間，他今年會有乜嘅回饋嗎？有，客人收到甜點的時間會講，同外面賣，比外面賣的還要漂亮，還要就是吃起來很好吃，這樣就比較真材實料。你這個用嘅材料呢？用嘅材料係個好嘅嘛？有特別選過嘅嘛？有特別選過，會用法國嘅食材，就是鮮奶油啊跟奶油都用法國的。夠貴一些，成本夠高一些。哇，你真用心咧，難怪唔會有人家講吼，有啲人啊，我朋友講，喺網絡上買嘅東西要注意點喎。為什麼嘅？因為佢我買嘅東西同佢看到嘅東西係冇共用嘅。因為數到嘅時間，人聽嘅結論高嘛，本來看網絡上嘅圖片真正嘅咧，結果數到嘅時間，親像本人安尼打過結果碰過咧。有些網絡上看起來貴台，然後實際上貴死。真是數到嘅時間，佢會用縮水按到，其實。
安尼咧话，你的信用就够好嘛。在面膜上卖，哎呦，累积了一点自家的信心，故说会不会这样有了开店，好冇？哦，不过在开店面膜上卖，你自家有感受到够大的挫折吗？因为这个好都开店一定挺辛苦吧，一个过程。说辛苦是还好啦，因为毕竟做什么都蛮辛苦的，对，然后还蛮幸运的是自己做自己兴趣的东西，对，然后过程辛苦是应该可能一个人自己做，就是久也是会辛苦，会累啦，对，但是就是休息的时候出去走一走，多看看多吃吃，就会调整好再回来这样。不过大家最常会第一个明静，你用按后上都可以自家开一间店的咯，按厉害，迄样的人人可以开一间店的，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吗？刚好有一个机会，就会妈妈有同我讲，有闽南有客家委员会，客家免费，客家免费有一个留美计划，就是留在美浓。对，就刚好有这个计划，就是鼓励青年创业，所以就在家乡开自己的甜点店。原来还有一个计划，俺头都问到讲，谈到一个计划，冇按你讲真是大家第一摆谈到留美计划，嗰度会去美国的，係冇？有很多人这么说。第一摆谈妈妈按你讲的时间，我讲到俺喺美浓，怎么叫我爱去美国？不过有个计划，係唔係一定要美浓的人才可以来申请？外地的人也可以，就会开这间，就是在申请留美计划，就是要有相关啦，就是用在地的食材一周东西。同美浓一个地方有连接，因为用一个计划，这样开一个店，开店都更加差不多1个月时间啦。开店半年。半年呢，厉害呢。你话，明清，根本带来都系店方自家的甜点吗？可以同大家来了解一下，听你店方有哪条好吃的甜点，好冇？好啊，我店里的招牌就是柠檬塔，然后柠檬还用在地的小农自家种的柠檬去做，然后柠檬塔跟萝卜某相同的地方的一个内馅，就是吃起来不会太甜腻，对，然后那个酸味也很够，吃起来很滑顺，然后搭上那个自己捏的塔皮，就很有口感。你传统的法式甜点应该都有那种塔类嘛，除了一个柠檬塔之外，还有其他的吗？其他有除了柠檬塔，还有巧克力坚果巧克力塔，然后还有大家蛮喜欢的千层蛋糕。其实鸡卵糕，等一下，千层的一个鸡卵糕，跟同一般的鸡卵糕有冇个不同样的呀？千层就像会一片一片去煎，就是比较花时间。对，这吃起来很有口感，就是一层一层堆叠的。那我的千层大概有20几层，就是吃起来不会说都是内馅的酱比较多，就会吃起来比较腻这样。按你传统的法式甜点就有一个千层的蛋糕吗？还其实算型呢？算型呢。按你传统的还有除了个塔类之外，还有哪条的甜点？店方也有啊？店方还有一些乳酪的东西，然后乳酪也是有用柠檬的口味，然后大家接受度也不错，然后有之前刚开店的时候有做一些客家擂茶慕斯就它口感上是蛮香的擂茶去做的。你自家有想到用客家的擂茶去做一个甜点，更加还是得到吗？更加会预约。因为现在甜点就我一个人做，所以东西过多，有时间会再做。嗰种我做的时间，我有像公告嗰种，下阵嘢系下礼拜我做某个甜点，大家可以来试。我做那种公告嘛。当天贩卖的时候，早上11点会在网络上公布，就大家就会知道。其实根本你要做某个，其实你要看食材然后看自家的心情，根本你想要来做某个，再来做嘛。还有样呢，安尼最后面就固定的品相都还有在就会有些还是会一些季节性会变动。你自家去这些就食材啦，你自家去请嘛？自家去请。用办去请自家熟识的人同介绍嘛？就是妈妈的朋友有自己在种柠檬，对，就是有介绍，
对，就是用了觉得不错。嗯，对，像还有一些在地食材，就是野莲蔬菜咸派，就是也是用在地的野莲去做的。哇，唐风的清健康嘞，拢全部用在地的食材来讲，其实我们也有讲说，可能食材啦这些都有一个碳足迹，要个碳足迹算最实在的吼，因为全部都是在地的食材。系啊，按你的发明前，自家睇米农业片开店啦，不过人印象地杯，睇米农业嘅传统嘅客家中，大部分咩如面趴板啊，吼，也係講一些板式嘅料啊，传统嘅东西。大家印象鬼深，不过有种新的法式甜点，大家接受度用吧？你自己有观察到大家的接受度吗？一开始没有太去观察，就是说大家能不能接受，在美浓这个地区蛮乡下的嘛，就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甜点的东西。但卖了现在也半年了，就是喜欢吃的客人，其实就是回流客也蛮高的，就是都蛮固定的。对，然后假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游客，对，就是就会吃到甜点，就觉得跟外面的还好吃这样。那个品质又好，或者说大家吃到，就会讲，真是好吃，就会一直回来买，对不对？对啊。你那发老人家同后生的，你有看到讲，老人家嗰度也係後生嘅嗰度。後生嘅嗰度，老人家驚鐵甜，唔敢吃。老人家驚鐵甜唔敢吃。東西都，就能減糖就減糖。其實你也會看有個菜體嘅需求去做一些調整嘛。其實老人家也會來買，因為你看用嚟講，有孫嘅過來嘅時間，你買嘅甜甜歸去怪孫嘅啦，咁嘛。也係有朋友來嘅時間，可能會帶到你嘅店方同大家來做小計嘛。會。其實按呢菜體你還對於你嘅店有一個支持呢，吼。都蠻支持的。就有客人來的時候，就是每個禮拜都會固定來買，然後都下班的時候來拿。對，就有新品的時候也會特地跟我訂這樣子。哇，觀眾朋友，聽下明星的故事，你輕鬆夾來送一下佢做一點點到底係樣板的好事呢？唔怕，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段過來繼續同大家分享佢嘅明星用嘅哦。明星一直讲的小阿妹，佢这个对学中传开始这个来做甜点，又开店的哟，哇，这才真厉害呢。不过开店佢做甜点到底好吃也唔好吃，更加就来送一下米西咯。咩？明星，更加我哋先来送一下你做的甜点，好唔好？好啊，好啊。你对那开始啊，按多甜点请讲的呢，其实米红都想会吃呢。有先推荐哪一些啊？推荐的话就是柠檬塔。对，柠檬塔招牌，柠檬塔跟巧克力塔。对，巧克力塔。黑牙给嘛？哇，这家拿红了是都好嘛？做对。要直接全部咬下去。不过在试之前，先本大家看一下，你看那个巧克力塔蛋糕，蛋糕轻丰富呢，蛋糕有乜嘅料的呀？蛋糕有那个蜂蜜坚果，果胶糖，然后还有那个蜜糖，还有自己做的巧克力脆片。那底杯呢？底杯我也有吃到呢。底杯也有那个坚果。泡泡嘅有嘅係堅果。係啊。這麼各位想到蛋糕會用按多的料其實以前吃過的巧克力它好像沒有這麼豐富呢。因為我覺得甜點我比較喜歡比較有口感的東西，就吃起來比較有脆度。有的時候就單吃巧克力會吃到很膩這樣子，然後裡面巧克力是用70%的巧克力，所以不會說吃起來太甜膩這樣。真是，有個巧克力啦，這下些時間甘酥就冇像一般都不會按甜，這下些時間其實全部係可可嘅香味，底部有加上嘅堅果嘅香味啦，還有嘅最好奇嘅講，你用辦法加嘅蜂蜜糖。對啊，米香，就是配色上也好看，就是有點黑白對比這樣子。以前試過泡泡嘅，人家有加嘅棉花糖嘅，真係第一擺試過有個加那個爆米花的。蛋糕我看到有種花的哩。那個是桂花，增加那個香氣。
塔皮也都是自己捏的。难怪呢，可是奇怪，是夏天的时间，除了个可可的香味，还吃到一种像种花的味道，然后还有个桂花的面丝，哇，真是好吃呢！我等下继续留下来，等下咱来天天的好好把它试下伊。菜类呢？菜类还有哪个可以同大家来小给啊？再来就是那个可丽露，我们家也算是蛮多人点的可丽露，香草口味的可丽露。制作单位真贴心，你看同我切好的我安尼太快。那底杯其他个色清酱呢，伊在泡泡底杯泡泡，安诺杯安尼红的安尼，有点焦糖色。那个可丽露真好吃呢，用板好吃，因为诺贝是夏夜时间，有个脆度，底杯真甜呢。做那种真无简单吧？只有做这个还就是烤的时间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1个的时间，大概要烤1个小时啊。你细细的要烘1点钟哦。然后在烤之前，它那个面糊需要糊化48小时才能去放回常温再去烤这样子啊。等一下，你再讲一遍，48小时。对，要事先先调好。没不是48分钟，48小时啊。你细细的要按功夫哦。就是对，然后烤的时候也不好烤啦。对。失败了就要在48小时再重来一拜。对，就是对，还要再重新。哇，有个可丽露还有哪个特别的地方啊？有啊，特别的地方里面有加那个兰姆酒，跟就是有一点微微的酒香，然后还有那个香草荚，就在混合在里面静置48小时，所以那个香气就会释放出来。对，然后自己在试做的时候也经历蛮多失败的啦，就是可丽露这款甜点。对，因为它有时候温度不对的时候会烘得太高，对，然后就是导致底部没有上色，没有那个焦糖色，就不会有那个脆度，就某种按均匀的一个色身的呀。其实我本上想讲，颜色抹均匀的话，其实很多的大陆讲人强调人双色，也还讲渐层的一个特色嘛。其实每个色身的关系，还讲脆度的关系，会对头都米一定要有同样的脆度，外表要按这样好吃嘛吼。这样自己喜欢吃脆的啦，那有时候配萝卜会吃到软软的，就虽然是正常的，但就是口感上会没有这么好。真是没种那种唔会抢位时的人讲的，那现在行出来好吃如果没有，其实比初衷呢有好看也要好吃，因为用了这样好嘛吼。你除了那个可丽露，马林糖很用板做，其实空空的金钟棉花糖里。吃起来蛮像棉花糖，就是吃下去就会化掉这样。拿在疏通强的力，没那个重量。这款小朋友很喜欢吃。对，然后它也是需要烘烤1个小时，才会把那个蛋白给烘干。对。你讲也用1点钟哦。1点钟，哇。对啊，因为它然后上面有撒可可粉，会稍微中和它的甜。那这个会比较稍微微甜一点。对，真是的呢。那个可丽露同马林糖按的时候，差别都出来哦。可丽露那个没按甜，不过马林糖吃下去真是脆脆的一下就融合，像棉花糖按的。不过融合的时间，个甜味都整个扩散开来，在嘴巴里面。吃给就会配一些茶。真是吃那个甜点，真是下猪头的时间要配一些给茶了，是真好呢吼。按你的话，人家对那个甜点的接受度也算几高嘛？还有其他的甜点，你自己感觉可以来收给一下嘛？特别的，像那个什么个呀？旁边给那个柠檬蛋糕，然后上面白白的那个是柠檬糖霜。里面的柠檬蛋糕也会有那个柠檬味。对，整体就是很重的柠檬味道。对。你要有色彩，像中间那个是什么个呀？对，那是伯爵奶茶千层。伯爵奶茶上面有淋那个伯爵奶酱，然后再撒上那个桂花香。刚刚有加个桂花你米是应该桂花呢，好像有个花的味道，同个奶茶的那个味道。怎么个同时会想到用那个伯爵奶茶来做那个千层的给弄糕？
觉得因为市面上比较没有那么多伯爵奶茶的口味，真是想说就把它做在千层里面，然后吃起来特别香。主要一开始在同来讲用伯爵茶叶去做，我一开始是还没有想说用到伯爵茶叶去做，对，同学就是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试试看，就想说做起来不错吃。安尼有吃过用偏味的茶吗？供应可以吃过那些米农有3个原生的茶种，可以吃过那些米农的茶做好了毛嘅米丝好吗？米农，我想说用那个擂茶去试做坤，还唔前做出来。哎呦，工艺做好的时间可以同我讲一下同试味道。安尼吧，有嘅人客啊，适当人嘅甜点，感觉挺喜欢的，米粒东西是在有吗？有一个法国老奶奶，大家都会来，就是要吃那个可丽露，1个礼拜会来1次，这样会买来吃，然后有时候就是可丽露有时候剩不多嘛，因为都是早上现烤，所以会是限量的，对，然后就是来买的时候，有时候剩1颗2颗，奶奶就会很失望，就是没有吃到这样子，下一次就会提早来这样子，对，然后像那个经典柠檬塔的话，就是有客人第一次来，然后吃了很喜欢，就是再点了2个，然后那是前阵子来的，然后像这阵子他也有来，然后就一次就跟我点3个柠檬塔，对，然后他就是很爱柠檬塔，就是味道很好，就是吃起来酸酸甜甜的。一年是散的哦。对啊，是散的。哇，其实枪色也个柠檬塔都爆的啊，一年是散的，哇塞，他真是挺感应呀个柠檬塔哦。对啊。头都谈到面前介绍讲，个老奶奶吃个可丽露，我都面到讲，伊咧外国人来到台湾，伊都米农个黑，其实佢有时间会想到这个以前的家乡嘛，法国啊，真是多好，做的点情，可能有个佢以前录下的米丝，也系讲佢妈妈啦、阿婆的米丝，本佢稍解了一下思乡之愁，嘿没安尼佢就会贴起去请。去买你家的可丽露。一开始他奶奶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你家乡的可丽露啊，对，然后他就有点，那就有买回去吃之后就爱上它，所以就每次来都会点它。你面前头都安尼式的人家甜点嘛，我感受到讲，其实你有尽量想要同菜地的食材结合在人家的甜点底杯嘛。你对你自家来讲，最推荐大家来试看那些有哪的有菜地食材的甜点嘛？我们家有一个甜点，就是野莲蔬菜咸派。对，里面使用的材料有当地的野莲跟当地的毛豆，还有阿公自己种的玉米，就融入在那个咸派里面。对，然后吃起来就是料很丰富，然后很多客人吃了很喜欢，就是来还要指定要吃咸派。不过有个咸的个派有冇？谈到讲的大部分。内容都冇像唔讲的安尼嘅，怎么佢会想到当初会请个野莲啊或毛豆一样这种食材啊？主要是结合在地的食材嘛，然后野莲因为在冷藏甜点当中会比较不适合，所以我就把它融入在咸的咸派里面这样。哇，各种人家吃100都成功了嘛，还有去调了很多次去试，他说哪一道食材会比较适合安呢？大概做1次就成功了。对，因为就是比较讲求那个就是真材实料嘛，所以就把自己喜欢吃的材料放在里面。通常也是讲米农鸦片的食材，真是有好，或者说它放在食材里，一个派里边就不会跟其他的有什么冲突安尼，然后也给品质quite好，或者说比方说多好，加为这个甜点加分，好吗？哇，观众朋友，一个甜点真是好吃呢，面前做的。不过其他的甜点还有quite多精彩故事哦，也能休息一下，继续过来分享哦。大家准备好批点什么菜冇呢？今天呢继续来谈好谈的故事的哦。面前头头下我是当年的甜点，真是感觉quite好吃。不过我感觉还差一些东西，你底下差哪个东西吗？
头头我有一开始都同大家讲，批比茶啦，因为自家嘅甜点真是吃到后半的时候会。虽然讲贵好吃，不过刚过还会查一些东西，会试一些把那个味道探一些的东西，如果查。按人店的烘，除了甜点之外，有卖饮料吗？有饮料，有哪种饮料啊？像就是比较基本的就是黑咖啡跟花茶，对，这是热饮的，对，然后还有气泡饮，对，气泡饮，然后用版的气泡饮啊，气泡饮就是我们店里有气泡饮是有3种口味，就是梅子，然后莓果，还有巨峰葡萄，然后尤其是梅子这款气泡饮是我爸爸妈妈他们自己腌制的，自己做的，所以我就拿来当气泡饮，然后喝起来就是很好喝，就是酸味也很够。那个梅的很哪来的呀？爸爸妈妈去山上采的。嘛个啊，山上采的。迄山当风摘下来的哦，免用买得嘞。哇，安尼呢，开店的成本贵高呢。爸爸妈妈为了让个开店支持，今日还会去山当个摘个梅下来，自家来腌制来做一个饮料。安尼糖烘了一天会是迄点烘是一个气泡饮，糖烘了都贵好吃呢。还有莓果气泡饮也是自己熬煮出来的果酱，然后去搭配那个气泡水。安尼明显其实糖烘了呀，你看做点心，跟面糊我不用48点钟，米咧行业咧最少也係1點鐘，錯冇？係啊，安尼要會準備嘅飲料。安尼開店差不多會花喺1度嘅準備的時間啊。準備基本上沒有，就是都在廚房了，就是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基本上都是在廚房。像休假的時候也在廚房備料，然後我們開店的話是11點到晚上8點，對，然後開店前的差不多7點左右就要在店裡備料，然後就是一直到開店的11點，對，然後就因為畢竟還沒有請人家來幫忙，就是家人會來幫忙，所以都自己一個人來，所以時間上會比較長。哇，安尼其實一年來講，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備料這一個部分，準備好的這樣開店，差不多都1度點，賣係這樣數嘛？賣係還沒休息，要到晚上，一開始的時候都到11、12點。然後現在已經慢慢比較穩定，之後就大概9點、10點就可以回家。哇，其實人家公司也算放得夠長呢。對啊，因為東西種類多嘛，然後就是工時會蠻長的。人家看到講這個開店一定清好，其實很好呢。糖烘的這個開店也會辛苦的部分也幾多吼。係啊。不過明星頭頭我有看到一個東西，也個製作單位奇怪，用準備一個空的盤來放啊，也個。嘿，你自家做的點心嘛，也可以是的，空空的清香嘞，像吐司安呢。龜像吐司，很多客人說很像吐司，因為方方正正的。也係甜點嗎？可以是嗎？沒種不得吃。沒有。這個爸爸給盧卡做的陶藝，然後我就想說，要開店了，然後就自己做陶盤，然後裝自己的甜點，然後看起來就是會比較有特色，然後也會就是白底是那個上釉的顏色，所以它放到甜點會。就是顏色上會比較凸顯這樣子。哇哦，真是呢，看蛋糕也個泡泡像人哋小胖吐司啊呢，清醬啊泡色的，反過來就會原本佢個陶土的感覺，質感，佢個拿鐵酥烘有感受到個溫度的感覺呢。你全部盤的都自家做哦？都自家做誒。哇塞，按你真費功夫呢，連盤的都按自家做。對啊，就是比較有特色，比較特別這樣。不過做按好看，有銀行拿到按你們會同佢講，也個黑人人自家做，見你們同買冇？有幾多銀行會問給有天買冇？然後講，現在還沒有時間做，之後有時間會做來買。其實做到更加開店都更加差不多半年啦，其實成績看起來都還幾好啊，什麼而且你做得真歡喜，爸爸媽媽看到今日也幾歡喜嘛，今日也會同支持去店裡烘天數嘛。有個就是放假，爸爸放假回來幫忙，媽媽也是，雖然自己都很忙啊，但還是會抽時間來幫我。因為爸爸媽媽更加還有自己在工作。有。佢說今日有閒的時間，才會同天數，其他的時間都搶自己一點。係啊。按你明星，這個對你來講，以前係做嘅名路，更加係實體店面，量的部分啊，這個感受到有冇個差別嗎？有，就是像盧卡自己做網絡上賣，一些東西就是可以控制那個量，
对，然后假如店面的话，就是当天一下来，就是如果没有卖完的话，就是还是会有点损耗，就是会就是会送给邻居还是家人吃这样。不过真是有时间，可能吃到有个甜点嘛。怪好是，不过我带过去的时间，有建议什么样子的保存那条甜点吗？甜点啊，都建议当天就会吃下来。行，迄边在都市地位够好。对啊，因为东西都是新鲜为主嘛，像塔类的甜点，像巧克力塔跟柠檬塔，都是当天早上制作的，所以它如果放到隔天的话，塔皮会软掉，就是会口感上就没这么好。对。假使讲真是要保存呢，不用冰箱地度的可以吗？我就会建议冰冷冻这样子。冷冻哦。可以冷冻。不过拿好了20的时间就解冻就好嘛，解冻退冰吃，或者你要冰冰吃的也很好吃。有无香香的口感，那不错诶。嘿。按你咧话之后啊，因为更加算行喺摕嘅技法地杯嘛吼，後尾還有冇嘅無共用嘅技法做延續嘛？像新的口味啦，也係講新的菜體的食材。在地的話，我有想說用擂茶去做千層。比較有特色。你想到講闽南菜體，我頭頭前面有講同大家講闽南有個面趴板，可以用個面趴板來做個千層嘛？感覺很特別。真是哦，因為加上闽南有個tomato。陳米香的番茄嘛，佢可以做過種有要做在那個鹹派上面。對，番茄放在鹹派上面。放在鹹派，佢可以種嘅 tomato 種又可以種嗎 ？tomato 種做得啊，只是需要研究一下。我能可以來吃看，因為香港其實闽南有幾多菜體的食材嘛，可以盡量來吃看下先。除了呢食材的話，有接觸到講個特別的訂單嗎？有客人就是吃過我甜點，覺得那個波缺奶茶千層很好吃，所以就把它想說就是做成蜜月蛋糕啊。對，就是、蜜月蛋糕要做得做哦，做成生乳卷，然後裡面的餡是用那個波缺奶茶的餡。你的方這個做那種會不會有比困難？因為做蜜月蛋糕，輕鬆同做那個甜點沒有平常在做，會不會比較困難？它做工比較不會那麼複雜一點，對，像那種就是要一層一層煎，然後像生乳卷，它訂單100多條嘛，所以它不是一次要給客人這麼多，就是會分批，對，然後有時候就是做到晚上12點1點那邊，就是為了趕那個訂單。雖然講100多條，唔係講100都全部拿，不過你做到半夜才能休息的。因為當天也是有營業嘛，然後要備隔天的東西，然後做下來再做另下。你店面方全部數就好誒，這樣可以來做人家的訂單。係啊。哇，你做人家的訂單就冇簡單嘅媽媽爸爸可能看到會唔會覺得唔盼得啦？跟我說不要這麼辛苦。你又講好啊，他也知道我教要給面訂單呢。可能自己個性吧，所以就覺得一定要把它做好。你真是辛苦係有代價的啦，就是說付出人家嘅辛勞，會不會人家得到今天拿到一個蜜月蛋糕，係唔係真歡喜啊？對，很開心，對吧？就是後面也會幫你再去做推薦嘛，有，就是還是蠻多他們認識的朋友有來這樣。不過下一次可能接到一個訂單嘅時候，同講更加可能無法度做按到，可能一下都冇做8個條。接下來也是有接，只是他們就是用我的檸檬醬去做這樣。你開店都更加這個還有印象不過程的故事嗎？像剛開店的時候，其實比較匆促一點啊，因為剛畢業嘛，隔2個月就開店了。對，6月底1月，然後8月11就開始營業，這樣試營運。對，所以就店裡的東西基本上就是都自己來，像那個油漆啊，就是牆面，他們原本是貼壁紙，然後我就把它覺得太暗色，我就把它自己上油漆，把它都塗白色的，然後牆上的畫都自己畫，然後乾燥花的那個框也是自己做，然後客人有些看到說這哪裡買的？我說沒有，那是自己做的。對，像桌上乾燥花也是我自己做的。哇，對，你這個有學過呀的，像設計啦、油漆啦這些設計的美學這種嗎？是會上網看人家怎麼做，然後就自己來。對，因為我覺得不需要到去買，對，因為畢竟剛創業沒有什麼資金。
就都可以的话就自己来。敏清啊，真是感觉啊，可以做我们年轻人的一个表率，讲生命只会找到出路，因为某些东西会自己想办法的时间，哇，对啊，这种各种可能性都会走出来耶。就是你自己有想要店里是什么样的模式，就是尽可能把它做到你自己理想的状态。原来也係講有夢最美啊，唔過逐夢踏實啊，唔更加都會用一個計劃之後開始建築自己嘅夢想，錯冇？哇，真好嘅一個店嘅工業有限，真是愛來去人家店嘅坐一下，感受一下全部係自己一個人嘅心血哦。對於開始還沒有都更加，下一次可能可以看一下一個店嘅變做樣板嘅安講，底部嘅東西有樣板嘅貨色，好冇？係啊，也希望最重要係講，希望民眾也繼續支持我哋美濃菜體哦，希望有更多嘅美濃嘅特色可以喺人家店嘅地步來看到。也希望有也一年好冇？係啊，公益可以真是揪團大家來去人家店嘅紅炒料一下。歡迎大家來做做。真是哇，觀眾朋友，今日的故事真是聽得鬼感動呢，做乜嘅唔係點先睇好事嘅原因哦，係因為講哇。伊咧講嘅什麼嘅邊啊度，這個開店啊，全部呢係對頭到尾，全部這個內容看，這個店嘅方嘅油漆啦，甚至講盤嘅啦，備料也都全部這個說，哇，佢辛苦呢，不過佢個辛苦係值得有付出的哦。我哋美濃嘅特色，講你啦，睇其他店嘅地方，每一天全部都看得到呢。也希望大家有閒來去美濃了嘅時節啦，來去面前嘅店嘅方炒料一下，看一下我哋美濃嘅特色，看一下我哋美濃講嘅事啊，乜嘢哦。哇，再一次感謝面前帶來安好食嘅甜點同安精彩嘅創業故事，感謝你哦。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來美濃做，然後吃好吃的甜點。我有閒來去美濃了之前呢，更加停頓先生來做一下運動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球的運動，請準備按呢大細球的，唔是太大哦。細人呢球的嘛可以哦，大人細人仲可以同人做運動哦。請同下放起來，同人做運動的哦。兩隻手來拿球的，來，像搓湯圓用的。搓樣板的樣誒，好，你的身體可以慢慢的停頓呢，你的球的律動圖，身體放鬆，好了，訓練你的手指的力量，卡，放鬆，卡，放鬆。多做下運動呢，可以幫你末梢循環更加好哦。來同你球嘅滾過去，聽你手臂滾過來，加上你腳，停頓先生慢慢嚟做。球嘅跌下去唔怕。好了，讓風來衝下做都可以哦。前面撈，慢慢地撈。
加松骨，好，更加烫的水做水较放来，捞伊个盐，再滴后杯，垂直手，捞伊个盐，再滴伊个野味，交换手。好温水哦，人家温的人家有水，再生出老条拿野味，生出加松骨，老条野味，温水。听得到吗？听到唔怕，慢慢的。好，更加两只手拿起的，用人的脚趾头，再打上去，伸出来。两只手同时伸出，更加来温片。水面湿，好，起起，熱出，熱落，熱出，熱落。更加来捞树、野味、胯下、树、你条拿、野味、胯下，慢慢的做唔怕。记得温水哦，野味，胯下，条拿，野味，老养看，胯下。更加来温片哦，温水，温片，胯下，条拿，野味，胯下。陈顿先生慢慢的做，唔怕。
吸气，吐气。更加从头开始哦，头到先生教的动作还记得吗？好，从第一个动作开始诶，头拿眼尾过来。眼尾，加松骨哦，头拿眼尾，下弯片，头拿眼尾，弯片，头拿弯数哦。脚七条，两个脚七条，再伸出。好了，弯片一、二、三。八、九、十。今日动作記得了嗎？記得了哈，明日要記得同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能來了。